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个本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安年的天时啊，来一比凉凉的国家应该轻松快吧？尤其是台湾的水果有按多种，佢酸酸甜甜的百香果，哇，大家应该都过喜欢哦。不过大家有注意到冇？那等百香果的产季啊，原本係睇暑假6月份開始哦。不過也慘嘅啊，悄悄嘅都變咗一年四季都吃得到嘅呢。怎麼嘅呢？原來啊，係我哋慢慢嘅農民朋友一定嘅厲害，佢哋改變呢百香果原本嘅產季，佢哋係樣板做到嘅呢，而不有樣板嘅故事。今本日啊，我哋就特別邀請到喺萬萬種百香果嘅好朋友，也就係我哋公益香果生產合作社理事主席余水亮阿亮哥嚟到節目特別好好嚟同大家分享哦。馬上就嚟分享我哋阿亮哥。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屏東縣廣益青果合作社的理事主席余瑞亮，我來自一個屏東縣萬萬鄉硫磺村。哇，分享阿亮哥，阿亮哥，頭頭有講到啊，我哋萬萬嘅農民朋友幾厲害哩，改變咗我哋百香果嘅產季。不過睇講到一個地步嘅故事之前，我想請教一下阿亮哥，以前啊，我都對萬萬一個地名吼，感覺幾神奇啦吼。萬萬硫磺村，以前有3個硫磺嗎？一個東西啊，好多種嘅講法啦，若由一個文史嘅表現出來嘅講法，譬如講，喺一個清朝時代一個因為我哋清朝一個官員我來屯一個萬萬一到都像原住民一度喺平地嘅時節有時候用到一個武器啊、炮彈啊伊都屯一個做炮彈嘅一個硫磺。邊個聽下嚟硫磺村，嗰時都後背一個邊硫磺嘅地方，都硫磺村都現做硫磺係，有一個文史嘅記載係咁啦。嗰時我以前有聽過硫磺村，以前咧天陽人都硫磺家嘛，係。就按嚟來嘅。按硫磺村一個村落地位算最早睇種百香果嘅嘛？應該係我哋合作社地位ที่前面都有3萬人共下來種植一個百香果係。阿亮哥，你自己本身就係硫磺村嘅人嘛？萬世都睇嘅係。係，我都係土生土長。到高中畢業，都去考警察學校。後尾都去台北。一個中學，做一個警察嚟。因為當時嘅第一名嘅80年嘅都嗰度屏東嘅一個後生子弟去擔任一個警察。屏東嘅一個警察嘅缺職位啊幾少。我哋都經常愛過來屏東。不過調唔回來，因為屏東嘅缺幾少嘛。嗰時候我都因為想愛過來屏東。同爸爸媽媽生活繼續過鄉下生活。嗰時候我都同警察的一個工作去辭職。辭職以後，我哋91年我都搬過來屏東去。哇！因為睇5年嘅時間啦，就算平常同警察也共用喎。警察的一個工作算係個穩定的工作啦。是係幾多盧卡安尼？盧卡爸爸媽媽會有意見冇？總批會有反對嘅意見冇？其實當時嘅一個做警察嘅一個職業地位提過多年嘅一種嘅印象觀念地位，都講比較講門檻嘅一個工作。我所講爸爸媽媽睇醫生，因為講按屯門檻嘅工作嚟變下來，過來鄉下吃，也可以大家看得到、照顧得到，也冇乜個反對啊。其實今日看到講也面到啦，講有個算高風險嘅職業，假如講幾多盧卡也過好，不過幾多盧卡地位原本都係耕田嘛，都有田好耕。幾多盧卡之後都選擇講來種乜嘅東西嘛？嗰時就有乜嘅想法嘛？當時我幾多鄉下時節，我哋幾多種嘅行嘅時節今日我哋呢爸爸批，我哋呢種批伊連太本田我哋慢慢攏去種一個長嘅如講檳榔啦檳榔呢伊下半呢都來種一個香蕉啦，也如太本我哋看得到90%以上喺我哋慢慢合種一邊看到嘅農作物啦，後半呢一個長嘅檳榔一個部分呢，因為我哋政府也冇鼓勵，原來食一個檳榔，
啊，我说槟榔的家私啊，吼，愈紧来紧唔好，啊，嗰个相对槟榔的家私唔好，相对我哋农民的事业愈广大嘅。啊，你是只迄尾来改变一下我哋慢慢一个农业的一个方法，啊，嗰时候我家下愈有谈到讲，一个种一个苦瓜、小黄瓜，一个树叶唔要插，好，嗰时候我愈去一个慢慢的一个好路种，这边有一个种苦瓜、种小黄瓜师傅，我愈去学，啊也参加伊的一个参授班。啊，我愈听我哋梁家我哋总头方咧，开始从槟榔树倒起，搭苗色，啊来种苦瓜。啊，当然一个同时愈隔壁邻舍啊，韩西乡啊，他嘅一道兄弟咧，啊看到讲阿良来种一个苦瓜、小黄瓜，树叶嗰种唔会插。啊，嗰时候田嗰度咧，愈田落咧，愈屯愈卡，墙嘅树倒起，愈搭苗嘅。啊，田落愈种一个苦瓜，种一个小黄瓜，安尼，愈安尼改变一个种植的作物方式。啊，不过阿亮讲，头头讲到讲，几多钟来开始爱从家族嗰片，可能乡下来种一道苦瓜，一道作物的时节啦。这个无乜嘅，应该还无乜嘅耕田的经验吧？唔会担心吼，也系讲受讲啊，我种唔好，也系种嘅。这个有去另外学习，也系请教你嘛。当然，今年讲，我落去每个职业、每个领域吼，一定有伊个专业啦吼。当然，我哋一开始下去耕田，我哋完全唔懂啊，吼，比如皮料有乜个氮磷钾钙镁，一路充实，一路知识，我哋完全唔懂。啊，当然一方面咧，我哋去家族，我哋去同一道老师傅学一道种植栽培的一个技术。啊，一方面咧，我哋喺那讲农改厂嗰边，吼，喺有攀一个一个作物的一个说明会，然后我哋都要上课，吼，伊讲可能要学习一个病虫害的防治，哦，一个肥培的管理，哦，甚至于我也不是早晨头大众5点人放床，还有时差10到5分，去中心大学，吼，去上课，吼，啊，如可以去追求某样的知识，吼，比如讲由于上我哋屏东县我哋县长办那个农业大学，我嘛去上课，吼，我说耕田并唔係講都啱啱嘅耕，而伊老闆去吸收嗰度新嘅知識、常識，啊，咱有法度推嘅東西綜合來。其實唔了，幾三忙咧吼，大早5點人去按嚴嘅地方去上課，上到下晝再過來營業咗，咁麼辛苦呢？兩個，幾時間除了還講到有其他後生嘅鄉村嘅嘛，鄉莊頭嘅鄉下嚟種一條長菜啦，所以長菜一條，幾時間種嘅面積有一大嘅啊？有種都安尼一時每年安尼見增加啦，吼，啊，愈到看到種先種2分田，吼，慢慢嚟見擴充。當然當我哋成立合作社嘅時間，我哋差唔多種植面積攏達到差唔多20甲安尼啦。真大呢，係唔係就係因為我面積安大嘅人咁嚟想講，我哋成立一個合作社。錯，啊，當時因為我去參加一個家族一片嘅參授班，啊，我哋因為我總頭呢，我哋一度後生啊，見來見到人鄉下來參與種植一個苦瓜，啊，佢哋都要求我講，係咩講？我哋唔係窮樣，冇安尼一個散沙樣嘅，啊，大家團結起來組織一個農民嘅團體，有啲力量吼，啊，也可以利用呢，我哋有啲成績出來，也可以同一個我哋一個政府公部門來申請補助。啊，嗰時咧，我哋離開家族參授班，我哋過來做一個參授班。啊，喺一做參授班嘅過程咧，啊，都有嗰度咧。嗰有安尼專業知識咧，你同我講。啊，偏偏一個成立一個參授班，啊，不如去成立一個合作社。好，因為參授班咧屬於一個農會來輔導。啊，咁樣喺我成立參授班，我成立合作社嘅話，我哋都會同農會平衡、平行，嚇，我哋。同樣直接都本一個縣政府個一個農糧署來一個輔導，嗰種係都成立一個合作社。
哇，观众朋友，原来阿亮哥本身係喺做警察工作嘅呢，唔過啊，為到阿爸阿媽佢表現一個風險國家嘅經驗，佢都真係慢慢係重新做一啲農夫哦，有一生人能夠做一些嘅返鄉青年啦。唔過佢同北洋哥係樣辦結結嘅呢，後邊還有樣辦嘅故事，休息一下試比賽，我哋馬上過來喲。前面阿亮哥分享嘅，其中嘛嘅位幾多鐘嚟做一個農夫。唔過今年成立合作社嘅時間，又都遇到個乜嘅困難冇呢？甚至於講合作社同產銷班，有個冇共用嘅部分，我繼續嚟請教一下阿亮哥咯。阿亮哥，前面有講到講產銷班同合作社今年位階冇嘛相同嘛，伊咧係農費輔導，伊咧係農費差唔多嘅。想講，嗰時就我哋成立合作社嘅時間，同鄉下嗰條後生嘅啦，總頭討論人，會唔會有冇共用意見啊？其實成立合作社以合作社同農費一樣可以輔導產銷班。嗰時候我哋都合作社成立以後呢，我哋都再成立。我哋合作社下邊，我哋再成立產銷班。當時間我哋成立合作社嘅時間，我哋總共有在組嘅兩個產銷班。如慢慢蔬菜產銷第一班，慢慢蔬菜產銷第三班。一個成立一個合作社，在輔導一個產銷班呢，由嗰度替農民來爭取嗰度福利，比如講。我哋農民呢，可以對我哋合作社一條路同以前呢一個苦瓜啦、小黃瓜，呢批我哋呢拍賣市場，有用到共同運銷，有共同運銷，一定要經過合作社，冇都經過農費，一個像我哋農糧署一幾年呢，都有啲補助我哋農民，比如講一個農機具、大型農具。還有一個設施設備比如講苗色、溫室的補助，也攏可以經過一個合作社呢來輔導產銷班，來陪我哋產銷班佢幫扮演呢，去得到一個補助，也喺我哋合作社呢攏有發揮一個功能性呢。哇！安尼談好咧，其實今年一個合作社啲俾好處幾多呢？都最起碼有一點嘛，農民朋友唔是擔心講佢生產出來嘅農產品啊，冇地方好賣，錯唔錯？錯，只要比如講嘢東西，今年幾多市場，賣嘅價錢呢並冇滿意，可以同合作社來反映，合作社呢為了同市場面來反映講。做乜嘅？我苦瓜按價，用基本嘅買嘅價是按惡咯。市場這邊呢，如果本來一個答案講，因為一個台北落雨，嗰時候呢，嗰時候你出來賣，還是講從本日在多貨量能20噸，結果今日來40噸，兩鐵太，都我哋解釋，本農民朋友了解講一個產銷嘅平衡嘅一道事情。也經過合作社一個溝通嘅管道有個係對農民嘅一個保護嘛，有一個保障。對消費者嚟講，其實今年也可以安心交換由合作社處理嘅農產品，因為聽講合作社出去嘅農產品地位有最起碼有18位有講產銷履歷啦，也係講能可以輔導佢哋用藥，也係講用辦去生產個安全、個安心嘅農產品，係咪安尼啊？錯，我哋。今啱我哋合作社生產嘅百香果，我哋都有做產銷履歷，我哋呢苦瓜呢，我哋一定用一個推薦用藥，嗰時候來使用一道農作物呢，應該是大家攏該安心啦。尤其呢，我哋政府呢也建議啦，也建推動啦，如果買農藥啊，要實名制啊，如果今日我去到農藥行如果嚟同我哋農民。系統嘅把關，如果每ngày買嘅人講，種乜嘅作物，唔去防止乜嘅東西，如果拿政府規定之下嘅農藥本使用，萬一去到市場，本人出咁多冇用推薦嘅藥嘅，一個時節一個農藥行，我俾人發，農民也聽人發，嗰時候咧。我哋政府呢，而家目前對一個使用農藥嘅一方面呢，喺把關呢清嚴，
再来，我哋合作社呢，也不管是要办那个研习讲习如他个研究，比如讲我哋为了请那个农改厂的那个研究员，来到我哋合作社听我哋班员来上课，来讲呢，目前那个对作物的病虫害防治，我哋用乜个方法，可以达到伊个目标，也可以讲那个用药的安全，安样来分那个我哋作物呢，喺那个安全之下呢，提供俾我哋呢那个消费者来使用，一方面让我哋合作社呢，让兼同我哋呢农民来把关，听我哋呢来监督，来同我哋呢消费者来把关的呢。所以对农民也系对消费者来讲，其实合作社系对两片都轻重要一个单元的。不过讲到转来啦吼。既然合作社最头下嘅时节系种长菜啦，种瓜一条来成立咧。种得好这么嘅合伙嘅时节，合作社会再来推出一个种北香果呢，係用办结缘的呀，亮哥。好，你讲到一个国人的故事都差不多咧7年，应该8年前啦，8年前，有一年咧，对于那个南投的埔里，你遐埔里伫了迄个去咧，路上爱过去结乡，结乡咧，我哋伫咧讲对埔里要去结乡，我哋是讲24号嘅省道嘛，我哋经过时看到路上好远伫卖北香果，又卖个葡萄，我哋下来买伊个种北香果嘅研究都伫那个路上路同那个地主讲买个地主讲可以去参观一下无？路去看，看来哇，规个庞大风雕个百香果雕个满满，看来心情真好，真爽快。当时还想讲，也个种个无应该唔会差。路问那个头家讲，也个东西我哋平常种得无？伊讲种得啦。我讲好，我讲都是迄个人种的花。等我教我真是我路上来种，过月差不多2-3年，我打电话俾，讲我上来种我教，当然伊路嗰度假巧啦，佢无限啦，教我啦这拄到啲困难的，拄到困难，当然因为透过警察教，做过警察嘛我啲同学都出来做警察了以后都分发的那个台湾全省，每个县市、每个乡镇都有啦。我哋有咧群组，帮我哋去我哋警察局群组，大方我哋破文我想要种百香果，请问埔里嗰边的同学有认识种百香果的农民冇？有嘅话，咩介绍俾我认识。我有咧埔里的同学都回我讲，有一个学长。伫那个埔里的大平顶，去做过副主管，从种北香果的那道农民呢，他个朋友拢改好，我介绍本，可能伊很答应去请那个种北香果的农民冇，我如介绍那个服装本我大部分服装也真好，相望。如带我去一个埔里的太平岛大平顶认识一个蔡宝树蔡大哥。你看的时间呢，伊百香果呢，佮还无成熟还无落，咩雕慢慢咩。我哋合作社呢，伫明年的7月份，我哋会办理那个县外观摩。我哋同蔡大哥讲，安尼吧，迄咩可以帮我哋县外观摩时，帮我哋班员呢来到也来参观一下。有个蔡大哥讲好，冇问题。个7月份呢，我哋都一台游览车去到蔡大哥那个百香果园看。看了以后呢，我哋归来以后，有3名农民都有安尼意愿，都讲我哋种。我哋一开始我哋3名班员落去种，也我哋广义怎么会种百香果的那个原因，都安尼来。因为看到过奖了，过气氛，你想讲我来种那个北香果。不过北香果真是对于我哋有望对慢慢鸦片的气候真适合吗？应该来讲北香果迄我哋当然慢慢
一天适合，因为伊个温度伫冬天的时节，伊个温度都比台湾那鲁班高嘛。真少。只讲种的时节，因为伊冬天的时节，伊个日头拢爱日照吼，日头照的个日光线啊吼，唔辣。冬天的时节，伫我哋屏东慢慢我哋的日照的时间差不多1日啦吼，差不多3点钟到4点钟。如有阴的啊，无日头的啊。百香果也个作物啦吼，伊属于一个长日照的，嗰时候伊要改多的日头来照，冬天的时候伊都唔辣嘛，嗰时候伊一定会伫一个果园高春的时节，日头辣的时节，伊然后开始开花结果。等到高春，即讲高春安尼，今仔安尼高春来讲，应该是新历的3月份嘛。3月份开始日头辣的时节，伊就开花结果。开花结果等到伊个百香果若熟过可跌下落去的吼，差不多伫6月份。6月份的时节，个时间安尼太平洋嗰边差不多伊要出来。嗰个两片都强棒的啊吼。嗰时候个山期都土后背，后背呢，我哋伫个高雄区高粱厂，我哋有咧研究员，乡里吼。伊愈来讲，同我哋讲，无我哋来做一个实验冇错啊，实验看到讲，日头唔辣，日光唔辣，我哋用天火，点天火，去补伊个日头唔辣部分，嗰个对啊，我哋愈开始伫个实验，愈讲，伫差不多12月的时间，目前高春12月，我哋愈来点天火，我哋愈来囤个日头唔足个部分。用天火来补比足，还没讲伫个12月点天火的时节，差不多8月、12月中旬，一路开花结果的。开花结果，个结果以后呢，差不多伫2月中旬，结果都熟的，都好摘的。然后如讲利用个点天火的方式来提早伊开花结果，来提早伊个产期。也如我哋后辈同农业厂配合所研究出来嘅，通讲慢慢也系因为安尼推广出用北香果为主题来做一系列小旅行啊，也系一个无共样体验活动，错嘛？错，今仔日一个乡公所又来攀个吼，也嗰多人来聊聊，佢欢喜啦，看到百香果吼，佢疗愈。真是的呢。观众朋友，听到一片要注意的哟，有听到冇？有几多无共用北香果体验发通，也系小旅行哦。等下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了解一下，特别有那条神奇的内容吧。观众朋友，前面阿亮哥来小解讲，今日喺样板来同一个北香果结缘，用样板来改变佢嘅山规。不过北香果喺打折嘅时节真是可以讲，今日还安排条点火呢，感受吼，哇，真浪漫呢。今日用一个印象作为马嘅发通呢，继续来请教阿亮哥咯。阿亮哥，唔讲既然讲打折嘅时节，将然后一串一串一粒北香果吼，从灯笼中央挂起去放喺当个，你安排条含点火，你迄边用一个音响啊吼，邀请大家来去个放喺底下去炒料啊，也係用嘅。唔可以同大家讲一下讲，能同乡公所样板来合作，来推广一个北香果为主题嘅个体验活动啊。一个我哋慢慢乡公所吼，慢慢。我哋又成立一个观光产物协会啦，吼。我哋慢慢乡公所呢，又提供一个标案吼，如帮我哋产物协会呢去得标以后呢，如来出行一个我哋慢慢的小旅行，一个即讲我哋乡公所付出一个钱本我哋呢一个入来，慢慢了嘅一道迎客。因为一啲人客啊，来入来坐游览车，都来我哋百香果、黄梨园，甚至来食一个猪脚泰餐，总共呢花费差不多係1200元。我哋公所呢，本我哋一个万人产物协会呢，
一个经费呢来补助本来的一个旅客。可是呢，一本来迄1200元的一个花费吼，更加990元都可以。好啊，一个我哋公所拢有补助。好，啊，嚟到我哋慢慢来一个希望去呢，都有呢批我哋呢一个百香果园来参观，啊，也有我哋呢一个关元强嘅种百香果嘅，哦，一个李秉成呢，带他人呢批百香果园嘅礼拜，本他人呢来了解百香果按样种植，按样来管理，啊，甚至于呢，因为我哋百香果呢，第一个开始成熟落果时节，我哋都有用吊床，有吊苗，比个百香果呢，冇直接跌喺天下，跌喺苗嘅地方，啊，嗰時候我哋農民種百香果農民佢幸福，我哋提明日下晝2-3點嘅時間，我哋呢都拿到面盤呢，去苗嘅吊苗地方去撈錢。我哋都撈錢啦，嗰種人佢羨慕講啊，一種百香果，下晝攏去撈錢啦，都去百香果園，啊，去到百香果園都本，我哋來了呢，來 TV 下樣去撈錢，啊，現場呢也有本大家分享一個百香果，食百香果，也都同一個萬巒觀光產物協會來合作，啊，後邊呢百香果社嘅呢。啊，也可以我哋慢慢個有名嘅萬金教堂，還有一個我哋5條水呢，有嗰度一個關老嘅一個貨房，去參觀頭擺嘅貨房，啊，也去望梨園，是望梨，啊，嗰度呢也歡迎呢，大家呢，多多行來鄉下來同一個大自然來同我哋嘅農業一路同我哋結合來了安尼。安尼通常咧，雖然講主題係用百香果啦，不過底部還係有結合慢慢當地本身就有一個農產品啊，又係講其他嘅特產，又係講觀光嘅景點嘛。不過有個安好嘅想法像變成啊，佢安後生，佢上擺也有來講我哋節目底部啦，有分享嘅幾道精彩嘅故事，安尼有個想法按特別 idea 啦，迄種變成佢哋後生嘅想出來嘅，又係講，迄鄉公所佢哋提出來嘅呀。也應該係都反正都同我哋鄉長平常時閒聊嘢，佢磨合，佢美合，佢聊講安樣嘅。當然我哋鄉長也伊個有心，伊經常安樣同我哋慢慢嘅一個農業，我哋產業。用嚟推廣至本我哋全台灣人地，甚至於觀光。由於我哋慢慢本身我哋地理條件也唔會差。我哋慢慢，其實我哋都看得到太湖山。太湖山有北太湖、南太湖。啊，喺太湖山下邊呢，我哋對太湖山東方我哋留下來呢，有2條河壩。一個叫嘉平海，一個東港海。啊，呢2條河壩個特殊。講喺冬天嘅時節，一般台灣嗰度河壩會冇水，水會切黑，會走黑。啊，我哋因為有太湖山，喺一個卡球落雨去嘅呢，同一個水啊吸起來。到冬天去嘅冇落雨嘅，伊會慢慢地飆出來。嗰時我哋東港係我哋嘉平係都唔會斷，都要。嗰時聽我哋慢慢又有全台灣鐵路嘅交通，啊，又有安尼安好嘅生態、安好嘅河壩、安好嘅地理環境。嗰種我哋鄉長傾向去同我哋慢慢一個不管農業、產業、觀光，雙盤大家來慢慢來了。也喺我哋鄉長也各有時咩一種嘅做法。安尼算一個百香果主題嘅體驗活動，今年來講算係第一擺試驗性質嘅舉辦嘛，咁啊，一擺舉辦參加有幾多人嘛？喺目前我所了解我哋都一下應該有差唔多有15台遊覽場嚟了。哇！辦一擺活動15台遊覽場，安尼講咗應該想講，我哋個多辦幾個，一擺變成一個常態性嘅活動，甚至於平時也就可以推廣一種體驗嘅觀光，係咪？錯，尤其像而家我哋流行沙期也同我哋合作社來結合。頭先有講到我哋有2條河壩，一個河壩長年有水，
我哋呢個沙期呢，喺嗰多年前呢，我哋沙期又推通一個獨木舟，喺一個河壩當中嚟唱獨木舟。因為中間有段時間呢，我哋一個河川區啊，嚟整治一個河壩。嗰時我哋一個獨木舟一個發通啊，我哋都有團嘅。到今年河壩整治後誒，環境條件啊，人行步道呀各方面嘅條件吊橋也做好誒，有幾好嘅一個完整性。嗰時我哋呢一個沙期呢，也有安尼想法，如講對明年開始，我哋再來推動呢，喺東港海來唱一個獨木舟，再來結合我哋百香果、苦瓜園，本他人來了，來食一個苦瓜嘅泰餐，嚟結合一下呢。你相關嘅資訊，我哋用嚟去尋到啊？而家如可以上我哋呢 FB 粉絲專頁，有個屏東縣廣益青果生產合作社，上去 FB 嘅粉絲專頁都尋得到我哋。嗰種行係要注意人合作社，係用合作社嘅名去尋，真可以注意得到。流行沙期嘛有粉絲專頁啦。咁樣啊，而家都係睇規劃當中，有100成功嘅經驗嘅。到時你係有幾多冇咁樣嘅法度推出嘛？你發幾多種嚟講，其實我有安好嘅企業，也係得到一個品質安好嘅百香果嘛。你百香果其實唔單止慢慢有啊，像其他地方也有生產。有嘅時間啦，啲當個冇馬去講，啲係對內來嘅。有嘅時間，我哋愛先嘅百香果，我哋愛樣板去偷，可以將阿兩個同人哋分享下。樣板偷，再去偷一道好食嘅。更加市面上又有哪條冇咁嘅品種啊？好。而家目前市面上啊，我哋嗰買嘅多嘅百香果應該有2個品種啦，一個都台農1號，一個都嘅滿天星，有兩個呢一個口感啊，完全冇一樣，滿天星呢，伊都越甜，冇乜嘅香味，冇乜嘅百香果嘅香味，台農1號呢，伊都酸甜，伊個香，伊嘅皮來風味都清甜。清香，嗰時更加目前我哋台灣喺市面上大部分賣呢，都係台農1號，一個百香果一樣可以鮮嘅，然後好食其實也都嗰度水果伊對樹嘅當中跌下來然後還有一個動作叫做後熟，乜嘅意思啊？後背會熟，後背然後會慢慢嚟熟，一個後熟嘅過程伊都會。一個本身水果，伊會釋放一種嘅化學物質，叫做乙烯啊。乙烯喺我哋客話講亞視吧。那河洛話講電頭嘛。伊本身伊一個水果，伊會這個會出來安尼東西。安尼東西伊會即個催熟即個。伊催熟即個。經過伊嘅即個釋放出來乙烯催熟伊即個時間。安尼伊本身底部嘅果肉如果氨基酸會轉換成葡萄糖，都會變甜。好，喺咩嚟講下落嘅話，都會講，唔看到百香果揪揪，皮揪揪嘅時間，伊會加個甜冇會聽講，看你安尼漂，安尼外皮嗰劍頭，嗰砧板佢冇甜甜。佢可能係太酸。係，你哋邊必是把揪揪，安樣嚟食，會加個甜安尼。嗰種人哋喺偷嘅時間都看嘛長嘅時間可以偷，唔過我甚至食比有甜嘅可能我等佢皮失敗揪揪。嗰種我有看過，揪到嘅親像老人家嘅皮膚嘅，佢有可能是做唔得食的嘛？基本冇水分呢？唔係啦，基本上安尼啦我哋百香果我頭尾有講到一點，我哋百香果係吊黃嘛，吊黃嘅用意係乜嘅？用處係乜嘅？如果因為我哋咧百香果伊跌下落去嘅，冇比跌喺地下，跌喺地下伊變講同地下碰撞嘅時間。因為我哋百香果是個百香果有定，我哋咧果肉係硬嘅果核當中。係啊。若對樹上跌下捉下去，伊嘅果肉會分離嘅果核會分離。分離嘅時間伊會出汁。出汁去嘅，伊會直接會發酵，發酵去就會變酸。若講今日唔嘅揪揪，喺今日唔去買到果肉同果核分離嘅，唔比如講揪揪嘅時間，
可能都已经发酵，啊，底部可能会变少。啊，若买到品质好的醋，用吊网诶，跌下去，渗落呢，缓冲伊的冲击力，佮你唔会分离的，啊，佮唔变个酒来食，会个甜。哦，嗰種其實人哋在偷嘅時陣都先偷嘅醬醬嘅，個毛嘅我一邊毛毛嘅順順嘅啦。啊，唔過可能講話香港哦，有時節啊，我會偷到嘅醬醬，唔過打開嚟地杯，有時擺因為你講，見會切角，有時節會有切角，哦，就少一塊這樣子。啊，有時節味道講唔蠻好嘅，有種看得出來嗎？應該是安尼啦吼，當然我哋百香果路線啦吼，如果是把個帶有安尼個紅色，好個紅個是把帶紫色，吼，這樣來吼，伊嘅品質都夠好啦。如果唔會有發生他們講安尼情形，如紅帶有帶紫安尼色身啦。安尼一般百香果對賣過嚟安尼差唔多可以控1個月時間，不用分享到都會有冇香濃冇？不用分享也可以啊，啊應該。我變落酒來食，可能1禮拜以上都冇問題啊。最起碼1禮拜係一個安全的時間啦，吼。觀眾朋友，根本呢個百香果故事係咪一定的精彩呢？其實啦，百香果唔單將好食，其實還夠好料哦。尤其係我哋慢慢推動嘅一個百香果主題嘅體驗活動，也希望大家有閒嘅時間，平下來慢慢聊聊一下，享受一下無香樣嘅水果主題體驗活動吧。今日啦，再一次感謝阿亮哥，唔帶來安精彩嘅故事哦。哦，多謝主持人哈，啊也分享我哋全台灣省嘅觀眾朋友，來到我哋慢慢來聊，我哋慢慢咧唔免人有主角，吼，我哋還有一個更多嘅更好嘅一個農產品，啊分享大家係有時間咧，然後來炒料，啊係有要請阿亮咧，也可以上我哋 FB 嘅粉絲專頁，好來同我聯絡，啊我也會同佢安排。來慢慢一個各方面的一個發通，好，感謝大家。